上来看国安会首席的咨询委员，也就是法务部的前部长顾泰山，讲牵涉到关税案。高检署公布调查报告，讲顾泰山向桃园地检署的前检察长请托关税一件走漏税案件。也毋过顾泰山发表声明，讲绝对无关税，但是为着要影响到国安会运作，嘛为着要捍卫个人的清白，所以请示愿意接受调查。民间认为他就是拿钱瞧事情的人呢，我们未来就有法律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规范。前法务部长邱泰山敢讲嘛陷入超代志风波，现任的国安会首席咨询委员邱泰山却卷入关税案，显示立新病院院长张焕晶多漏税5亿这案件已经和桃园地检署起诉。这个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彭坤业接受邱泰山的真情。当时公诉检察官应该促成协商，不过检察长甲上院却是只是认罪协商，只准成功不准失败。原来公诉检察官因为这个代志被调职，即马高检署启动内部调查，民间团体认为讲安尼佫无够。邱泰山前部长有没有涉及关说？我们请监察院要主动调查。这个案件，检察长接受真情，却是无书面的资料，被判定有行政上的问题。邱泰山的提请行为确实无妥当，和高检署认定讲是关税。不过邱泰山却是发表声明讲，书面的资料用内传的请托真情是惊讲和这个司法的威信受伤。认为讲台湾高检署的调查互人遗憾，目前嘛为了莫讲影响到国安会运作，已经向蔡英文总统请示准啊，愿意配合调查。